他们八音大概就随着客家移民就遗传过来了。旁边也把人真做对了。欢迎欢迎！啊，你出国回来了。这个也不太好做。好，就是我们做一下一个。因为你时间很短嘛，我介绍大概5、6分钟就好，告诉同学什么是八音，那介绍你啊。他们八音大概就随着客家移民就遗传过来了，就像台湾的南北管一样嘛。客家八音就是客家人他们在婚丧喜庆。那么常演奏的一种音乐，所以过去在婚丧喜庆都要请他们来他们八音有他们自己八音的音乐这个演奏的管弦乐的音乐那有一些是客家的歌谣有一些是客家系的东西然后他再吸收北管东西在里边就是他整个八音的一个内容。久了，八都很喜欢所以这八音到底什么意思？我们今天请的是彭洪南先生，他是在今天八音界这个八音的艺人里边的演奏家里边那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四声还是可以四声5声盲将都唱完的。嗰陣時出嚟唱蒙人嘅先，我先經過就騙人咧，雖然唱係騙人，垃圾的。大不了啊，該抗啊，當空襲啊，那個日本時代啊，冇辦法啦，我雖然都危險啊。也從來都帶唔得啦，跟美國的那個機槍的手勢，打，結不過你嘛啥，慢慢就降橋啊，當摘茶啊。我父親去讓你給下包，開下頭，做苦工啊。書很重要，但是到時候為了生活，兒女這麼多沒辦法啊。俺兄弟姐妹很多啊，一朝一夕，所以這個東西想以前怎麼過活，怎麼過活，很懷疑，但是還是我們還是撐過來。我們覺得還是。很偉大，真嘅嗰樣嘢。所以講，俺家都是3代人，冇貓狗啊，都是閒路。我爸爸出門的閒路，俺家都俺老太是忙雞。蜜糖蛋啊，糖都按宣母，我們睡覺聽那叫哥哥啊這樣子。第2天他念不出來，我2兄弟就念得出來。請坐。喂，老師。阿爸有碟底杯嘛？他可能是沒有。冇呢個樣。硬衝出來，硬叫出來，結果撲成一堂。叫師叫寫叫師阿爸沒上呀，叫阿爸上，肚都是打不開來，上，俺還在2年。呼腳入邊，屁流。屁啊，就老當場，哇！是這個門口是所有是幾的，
在鸡啊，鸡在过路你看到我，哟，这个小鬼，啊，他很粗鲁嘛，给他听到，就有点死鬼啊，哟，按说讲话，唔像鬼啊，按说为鸡贤嘛，是这样讲。给他听到，他怎么讲呢？讲小鸡笨汤啦，啊，呼叫啊，茶都咸啊都，啊，是绕不开。那你先给我。我做一年几天一年呢？我做一年几天一年了，一方面。几多年了呀？哦，这个好几年了，那个时候差不多，起码有俺的人讲来甲动手个，敢若做。那个真久哦，那做比较赚，就是这外赚的。但那是那两咋25岁，25岁。两爱咩？哎，第二老师呢？那个时候我是周边的。他比较早。买较早，买48年，蛮特殊。民国48年，他52年了，他建了4年，他建了4年。你们俺突然学俺种，跟老师这样去靠师范学习嘛，冇呀。我们做摄影厅嘛冇呀。做老师的，就你考师范学校哈。我讲拜托。因为嗰陣時講做攝影條路係冇呀，教小孩子係講係冇安尼耐心嘛，還有就條路是條路啊做樣，慢啲冇那條路是該的阿爸15、20傳下來，就是這樣子，一直這樣子做嘛。特別阿爸學很多東西啊，讓人對白咩唔講啊，以前從過對版對到啊。佢寫個單哦，佢個有小事啊，有線路寫個單哦，變兩班盤，條迄盤裡出，佢上金個線路這個風氣條啊，牽涉大面兩班。從個鄉下哈，有比過，有對版對過，因為對過，哎，這版呢不能小看哦，那本是非同小可，哎，比起來。一个人啊，吹六支啊哈，练完船后面2个人帮忙啊，嘴巴4支，鼻子哈，用其实去感染。哦是变养呢，几下辈是模糊秀，这就没有办法啊，没办法呗。我个近期是上海一带的嘛，是上海的北部的巴音啊。我爸個3兄弟啊，你說三兄弟從來講冇人唔講的啦，就好像老虎一樣會吃人。哎，你講不管你缺打他拿上，他都3個人都包辦。2-3年来讲，大部分是练功无听得出，因为本来老师是冇做俩个在时的啦吼，较加俩开去啦，毋过因为讲挨要出门哦，要载挨又唔方便啦，老板娘就讲，拄好，安尼办个文创哦，较欠命，老师讲本来来讲好也好啦。條間用聽幫忙啊，呢方面係咩？像我無叫我出門啊，也較方便啊。有錢好賺啊，也要方便啊。妹妹愛伊啊。国小毕业第1年刚开始学做戏。今日才通关守财，请向上。可是这种事哦，读书俺们是想讲按读4年的，没办法，我本来继续读啊。这样讲，hem俺去学裁缝，去特别学裁缝，学啊俺就想。伊又无好多买，咱们土生人也无爱好，调照做嘛，就安尼讲。今年无爱好做啥，毋知道好做也好啊。阿爸要做去按牙工，迄机线，吼按牙姑姑，
迄头摆咩真有名的寿司。社交馆，台北社交馆，这两时来哩，新永光歌剧团做迄种表演，也用牙古的来的，阿爸，无讲样相亲，有两都因缘巧合啦，拄好其了关系，有条做理长的阿妹过身啦，伊做个老师做个用演奏八音啦，我做大白音啦，爱就拄好。因为爱伊当爱就戏界的人啦，拄拄伫迄做理长演就较风险啦，就唱较闹热的，就唱的着去做迄种的木莲救母的，就人结大白音的有一只同事，同样爱抗战年代啊，这没有买呢，咩忙家呢，佢咩忙多呢，用咱做模样好啊，是安用安样子。咁你冇講，我其實人都蠻看到。這都有可能啊，喲，這技術個大白用啊，做演歌仔戲啊，喲，按住可能啊。第一眼。係啊，你這個好啊，咁模樣啊。就是搿種是按怎麼個訂婚啦哈，訂婚還冇哦，是結婚，可是結婚那天才正式有牽手，冇其他冇。我平常時間咧冇講冇牽手案，冇嘢呀，我不確定，真的，我不相信。人家有嘅啦，天父當然有無咯，望天父之前係就中意都冇。我識法官，你也沒做5年了，你們還做對嗎？做對，他讓他談，結果談沒有半年，就訂婚了。拿錢不買。這是叫。我有哦，我拿到紅包當給我。嗱，嗰兩時你結婚的時候，咩叫人來採拜年嘛？因為你是兩紅番的吼，你結婚叫人幾個都會來贊助，因為大拜年的了，這個很有紀念性的。今年节目表，陈国长，第一个陈国长。我下2站好呢。我下2站好，冇講冇下啦。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指导武术行为啊。我話姐冇去做戲啦，辛苦啦，學白音好啦，我學，現在我學老師們唔免啦，老師們當反對啊，因為佢愛姑父卡，生意很細啊。我這行飯不要吃的，就是講女孩子很不喜歡女孩子出門因為人家會帶有色眼光看你。哎呦，誰要出門啊？哎呀，要吧？頭頭去學戲啊，其實唔咩啊，我本來喺佢教我啊，佢唔咩我學啊，咩我老母講，阿姐唔怕你唔好學唔來，我要拖唔來學。本身佢唔敢讓我學，佢啲嗌人有乜？因為我嗌人快小。講我哋做有好多有多少嘅，阿佢這樣過來，都這樣學專業嚟教我哋。
也其实可以讲唔买穷啊好人，还是出门下吧看啊，我都讲啊，现场会给他讲啊，你这样打，这样唱。很凶啊，唔会啦，其实甜甜唔讲话都对嘅啊。老师，他家是按我佢讲，佢八张教育做到对位嘢啦。啊，途中没有来讲，冇一三人讲唔清楚同老师咧。大部分就係講到彭洪南三則師，冇人唔識，冇人唔講。尤其係我老妹頭髮學白人家，一般佢出去當人像啊做床，一般人講，哎呦，小姐嘅，佢人哋白人。迄老慢人學嘅，用牙齒床啊，用個牙齒床咪用澎湖南嘛，用講澎湖南真係冇人敢對佢樣扮嘢，唔可以看大牙老妹嘅身份就對。所以牙老妹講，牙齒床，你冇乜嘅啦，出牙三隻是澎湖南三隻是名本係掛定咯，係走遍天下。也去含训练少用诶。大摆碰来去蹲啊嘛？啊？我是叫你蹲啊问题哦。你个蹲个右手上吼，差不多是。弄一下东西摆来。我吃少啊，一下少，一塌少你做。我講啊，我問少，等下問塌蹲。我們自然袂做。確實沒講解過，落去都不一樣，上高快他的食材又講下去，食材又殺皮呀，我見過他印一些面買他哈，都沒有很成功，就他民國93年他來跟我講過一個，就進步多了。哦，時出按多嘞。我講時出咯。對啊，有條蛇，睇話就咪話，上年咪加到啊。你要做對了。你也順順的啊。大擺見咩本來食吃啊，跟奶茶麼，挨咱們吃去上漲的，上漲的人下漲的人，他一定有標準的。喊落去啦！喊落去。喊落卡了冇？啊？喊落卡冇啦？唔係。你十個話去跟住開個戲呢？老師你睇錢財搶嚟行。是你有標準的，你做東西。看你的服務，摸他搶嚟行。你們看兩眼孔還是大師傅。跟有人拿他個碰來看啊。他這個人家嗩吶，大年了，8音王了，他個某某先生拿的，那我不要講他的名字，8音王了，沒有一隻能用啊。越途記者都讓他賣，就你的嗩吶不一樣，我又沒有8音王。我們打的8音王了。你把你俺家有經驗的啦。老師跟媽媽冇材料就開始學種菜了，18年吧有了。老師他愛食番薯葉，睇話佢愛食那個菜瓜啦，人哋自家有種哈，大部分人哋自家有種，唔是去到人買啊。老師教我聽來這樣個。他爸會，一般他就他爸。都做咩起來聽棒啊！叫阿用個棒都腰酸背痛咯。呀，玩票戲呢啦呢，叫你有出門就出門，冇出門你是假咁講。入去菜人忙做吼，像打發時間一樣樣。菜瓜啦，老師現在是菜瓜啦。有大嗎？
有啊，张初比10支还跳转去咯，江风才大快第一，11声早第一。好，炒猪肉。你唔是出门咯？你了2 kg 米咧2米，8米，2米。啊，冇出门你就不卡车啊？对啊，你还不管你弄回事，还是很传统，家里煮还是比较多。红菜是自己的吗？红芹菜啊？得几个吗？2小块。啊，给面车好吃吗？好啊，这冬瓜菜瓜从冬条嘛，你要吃吗？按你全部按冬天装，还有煮过之类的。对呀。那你去吃个呢？你煮过还有吃过吗？你去吃个呢哈？煮过还有吃饭吃过吗？我冇好多，你唔好做。我從細就俾我老人家80多歲就沒做過我就沒專門送我俾啊。这不可能的事啊！冇可能。看佢很多佢從細就家沒做必是做慣的，到捱來就往捱做的啊，那有可能去做啦。啊捱兩公婆捱就也唔好講2週嘅做啊。一般像捱冇出門，捱師傅教啊，啊捱又冇亂做啊，啊捱講哦，佢冇出門，捱要出門啊，就捱要做片，不用等不易，啊佢要會啦，佢就會攞那手來食啊，會啦。迄講但講講喺佢做，我係是啦，咁冇可能的事。哦，當好家下是確實講，我講係17、18歲家下哈，嗰是當好，嗰是當老嘢。從我對本地度啊，特別做好事親戚最少含2班啊。我係搞地攤，我係搞城牆，過來什麼㗎？社農嘅牆，還有還會順龍藥牆。到咱們嗰是做生意，做生意啊，那個新民市啊，八公落社、八公山，做平安喜，特別做好事哈，大部分唔係講8小時、7小時，你聽啦，如果是5小時。拉3小時，做阿爸人5小時，做阿公8小時，3胎從下做呢，做生意啊，特別。喜事，咱們喜事冇喪事冇用，咱們喜事的啊。以前是就是幹廠的，日夜都幹的，特別做較多啊！你要你今日做都冇兩場嘅。都你要說，那其他農工要相反，你要好事啊，才冇人聽，才多咗就壞事啊好啊。喪事啊，都係用喪事嘅方面。較澎湃的，較功夫的嘛，做乜嘢啦？用來呀，做乜嘢啦？很強嘅，很強嘅。而家冇嘅嗬。而家做生意都冇咧。當時工頭不人忙，這個不人忙。當時想要功德有，但是做了不人忙，不人長，
就慢慢，这个百斤，按上市场的，上市百斤的。这都是日本时代的这个纸张啊。白苗黑暗的苗，都是那边来的。去那个报户口时候的那个户口人员呢，他听得难，他就写哪里也难，是不是当老爷？有母亲，我爸爸，这是我爸爸鞋子啊。这白天官很少人会弄，连失传了。彭昌镇也是到日本台北录唱片的，他也去啊，三兄弟去啊，到日本那边。就这些东西。台湾第一张唱片就是台湾。对吧？父亲很那个，非常的，所有出门的那场出门的全部是年，71年，跟好像是啊，应该出门几多钱？一钱出100几多钱？对，几多钱？100块，按多呢？哦，那100块很大力耶，以前的钱非常大，能用做个分呢，本黑咩呀？系啊，本你抢的呀，700几多钱？700就是人家拿3000。3厘。一个100块，100块就30块，就30块钱。700除以你分的钱，给2分的钱，比如一米有100块的钱，但是他发给你2条你发给你30块，你没有话讲。回来哈，跟老人家讲哈，年轻人多写，而且就是出的，开销的，支出的，不是。几多金？那是21200元，你关系吧？这21200元，你读啊？马户都是去的景山，这个去的马户都啊，青嘎，方便眼腔，中眼没了以前，我父亲写的没有人写，他请了亲戚啊，但是钱没有来啊，我们做白工啊。台湾讲的啲东西，唔係講any講現在錢錢多嘅東西，這要機緣啊，一個機會，一個緣分啊，你冇玩嘅東西，唔都偷到落，學到落，錢唔多嘅東西。一聽就有譜，一聽有譜，老人家全部講唔啱，啊擺下來啊，個曲譜啊，個跳啊，全部啊呢。跟俺俩这样变成绵的，手按个毛笔撕下来呀，手按变成揪全部揪呢，俺俩听那叠起来。马家熊珍藏家。比如给按防潮的珍藏家。特别了防潮的。你看树木，讲到会不用叫文物提起啊。对呀，还有唔知人。唔知嘞。唔知嘞，在这边供阿公修的，起码有上百年了，100年以上。那一些船还是船，冇船唔行啊，唔敢讲哦。有些西山都是船。有钱冇买唔到。老师，有你出钱，然后我们还帮我买。希望还冇卖唔得啦。可以卖祖宗田，不能卖祖宗盐，因为祖宗盐啊，祖宗传下的东西。冇，苦，但是唔好讲卖了，可以研究，像我中央大学啊，嗰啲去研究是个洪教授研究。如果你要研究，你不能研究，有个家属研究，都传承下去。但是如果都弄买，他多少钱就卖。他多少钱就卖。出门
出门的时节，较好迄讲时间来不及啊哈，还是我做地有说的。比如讲从红要出门，起码6点半要到场的话，迄门迄讲4、5点风来，你就付唔到。鲁国相公迄拜日咩？因为客家拜日咩鼻祖，西秦王爷和天都元帅，迄八关曲来台湾个始祖，牌子吹的，个始祖。所以真正拜日始祖是鲁国相公，按后尘制，改名后尘制。我迄有冇记事簿？像那个记事簿。出门呢，俺没写去的，出门很少。现在出门呢，今天做什么场呢？什么场呢？都要写。这是出门了。你看有写钱的进账的就出门了。他们你看他去给那个过往了。都去的。看看黏黏了，都唔黏了。冇啊。有啦，看你礼拜都黏黏的。冇嘞，也是，他们你看他做外台的，外台我在7月份，7月8份没有。那叫唔咩红哇哦，也美国大联盟哎，也季后赛冠军呢，该王建民给大球队的，该你得被摸嘞。南天落水，哎呦，我是不搞错了，还是搞，哈哈哈，武汉的，电话武汉的，哎，搞到，我中的，你只要搞哪，买小木的，是小木。最好摔倒来录一下音。这个呢，地方都要变，要翻。边看得看。它就下条啊，它就下条，就下条什么有切的，就连起来，这样子。那鸡讲也不一样嘛，唔是啊，他把老人家讲啊哈，这个叶啊，这个叶1、2、3、4、5、6，你都超过6的话，那已经就是很。这边讲迄是跳路的。啊，尔美国搭到做的尔，有时候啊上山一个过去你过无半条的就。对啊，你这起下来。很简单，要按长度吼。咔，你需要减肥。是煮鱼，对。我们喜欢吃粗鱼。我放到电视上去，你能看吗？开始转接，攻击队员很庆幸可以及时的把它。我去帮了。去帮他去。吃饭了呀。还是保养好状吧。好，去吧。红玉溪呀，是帮了。现在就吃饭公开啊。哎，吃饭。那就还得公开。吃饭绑电视，吃饭绑电视。什么？就拜个3档，7张然后是按的。
就这每一条全部都一样，第一塞。像这种东西啊，要做给它又好吹，又吹起来的音乐很清脆，很耐用，这3样哦。我因为讲缺乏耐心的人做不起来，耐心，还有专心，还有这边讲嘛呢，下苦心。唔像呢，只手我搞起来，千锤百炼的，可以讲千锤百炼。唔像我起用买东西的，那就是外行人。现在踩，佢不管有像素，佢不定俩稍微用点，他没有保证。送来了是无价之宝，我冇卖嘢咧，佢要送你咧。我来祖训的，我公我把案挑下来，绝对没有卖，只有送人。赖下长的。哎呦，等我走顺咯，等我走顺，大家有喊到来看那参观那啊。哎，做的，哎用做的 ，OK。我哋睇完呢东西吼，我冇搞出去吼，还睇其实冇咧。我担心我冇睇去啊，不过担心我冇办法，我自家来有倾向的吼，但是经验普验唔无，就应该是挺担心的。还有上辈的吼，几何伊还有上辈，因为那都温老啊，哦，他们那边冇睇去就挺打伤。有新生结冇学生人，啊，我就可以讲，有安尼东西要教人，但是学生们安尼请唔到，有这么缘分、这么好的、这么资质这么好的东西。老安尼行政院还会去申请去补助的，所以申请的事情，就会，都会挨在判底下多，一般啦，老师冇，老师是负责表演啦，迄个要教的老师负责去教旁边协助。那个他有申请吼，还能做了那种成果报告表，文书个就补偿呢，计划书了就全部补偿伊。唔免讲用这讲的大冬天哦，你不要人2钱，完好啦。打是俺要打，还是拜托俺来打？伊改一样来打，所以我的其实你讲好了呀，抄好了一样来打，还是一样来打。但我慢慢的学习吧，你总唔得讲逐样做拜托你啦，系嘛？安尼我学习，我去多去参与呀。唔晓，虽然讲。送100冇过，俺冇听种，俺听100个送500帮俺过啊，俺你冇灰心啊，俺是尽量吼，做几多算几多啊。那种你做的艺术的东西传承的经典。一代不如一代。
桃竹苗地区会八音的人很多，但是说真的有像他有想要说教出来，纯粹说只是想说让技艺不流失的话，还不这样子老师，我目前听到还没有第二个。这个是踩板键。3点1啊，你不要再停啊！你要看我。啊，迄因为讲，你啊彭先生去教的吼，迄老个头歌落头摆个谱吼，落谱传下来，佢无老去改歌，哦，你杂师无这题无改歌，用传下来教本来就来。还是感觉你迄老其他的先生较无同样的地方。这个传统艺术哦，你那个你失传了，新代传。像今天你那种树神班呐，老师我拿钱本嘢吼，用高粱跳，全部一般用抄解吼，用高矮几条4、5条就，还叫我钱本嘢，搞哈，我算出做的，唔是好难多啊，不出门，再叫我量些，其实很就好了啊。你碰到唔咩个素质好的学生，学习的搞些东西呢，是变班同学嘛？班同学得个教下嘢呢，个全部班同学，啊，个这个要教下上去呢，是冇班的水。今年常讲一句话，就是说这些记忆我带到地下也没有用，对啊，所以看得出来他有那个急迫感啊，对啊，可是问题是。先上腔，后上含慢冇法度啊。看你表达了什么？再来第二你话你讲就是当条呀。我就如學生講，如專業嘅英文講，也就係老師，冇啊，就咁講，牽強去教啊，你嘛老師一樣啊，平態啊，人講啊，係咪？談到死哦。感染被心毛提見啊冇啊！教當然老師真係冇教落去啊，問題講樣嘅咯，我媽唔要形容啦，變成講老師心有餘而力不足。我很久冇搞的啦，因為。搞了好警醒啦，因为我们年纪大了哈，因为要嘛呢一方面何必要来整嘛东西呢？聽講有表演啊，當然會見狀啊，仲要捱佢啱啱衰唔起咯。OK， 好，冇嘢啦。潘费南老师、洪老师，好，谢谢，感谢大家掌声，感谢。一开始早上来的时候没有跟老师他们对到音的，就是没有对到调，然后所以早上一开始的时候，前面第一个那个什么踩板的时候，前面2句抓不到音。姜老師嘛，我其實辛苦苦教的吼，一到時係我打唔錯啊，嘛係講排聲。天台也來準備，我哋排演也做到上線飛，嘛做到上線飛咯。哦，你安尼哦，一般人就講，我哋只嘅上線飛冇按容易啊。认识他蛮久啦，从硕士班开始吧。问过任何一个团都跟我说，澎湖南是传统。当然，这种2个字，有人说出来是称扬它，
说他保留最古老的那种演奏方式、那种记谱方式、那种传授方式。但是有人跟我讲到彭洪南先生的传统的时候，是有点不以为然的。他觉得我们这个音乐就要符合整个社会的脉动。买跳过没看过哎，对啊，就是好像就是老说他一中央啊，一般的八音像你看不到呀那样。三个左，中大毕业团团圆啊，我他家专一，永华富贵，发个来打的，他这个是很妙啊，很妙。普通的人打鼓来讲的啊，是基本的打鼓来讲啊，比较嘟嘟嘟嘟嘟嘟，基本的啊，比较妙一点，嘟嘟嘟嘟，是比较妙一点的。80分，勉强这样子。你们讲吉老贵了，当中表演的东西哈，就是这样子，临场感。啊，他现在下场在哪里，我也会去看的。我不但要去看的啊，我还要照我那同班的一起去看。彭洪南先生跟我讲过很多次，他说他不太愿意教那个只学3个月就觉得自己已经会八音的学生，他要教出很杰出的，他不要很多。那这个时代要教出很杰出的学生，实在是非常难。过来呀，你嘛哟，老弟啊，来嘛。俺没办法了，这个按你身体啊吼，快70岁来了，你没办法说，你再等这个70岁没办法，对吗？我父亲70岁就过去了。俺哋都咩尽心啦，俺就能夠講吼，做幾多算幾多啦，親自家部分啦，當然俺就咩當希望講能夠傳下去啊，盡量啦，盡心盡力來做。嗰種啊。